大家好，歡迎收睇小馬哥遊樂場嘅小馬哥講呢啲。如果大家第一次收睇呢個頻道，記得訂閱，撳埋個鐘仔，揀選全部，咁最新最快嘅影片咧就會送俾大家啦。嗱，呢一集咧，小馬哥繼續會為大家跟進近期轟動整個韓國娛樂圈嘅金秀賢同埋金蔡綸嘅事件最新發展。就喺金蔡綸離開相隔唔夠一個月，知名歌手輝成咧早前咧亦都離開咗我哋，令我哋非常之痛心。嗱，呢一連串嘅悲劇咧，再次引起社會對韓國藝人輕生嘅反思。所以呢一集，小馬哥會從韓國嘅民族性、文化背景、韓國嘅娛樂圈嘅體制、經濟壓力等多方面咧，詳細探討呢個悲劇深層嘅原因嘅。金蔡綸事件咧就越演越烈。日前，網台中宏研究所嘅代表、韓國藝人自殺預防協會嘅會長權英燦，仲有金蔡綸嘅遺屬代表律師咧，一同發表呢個最新嘅聲明，表示向前娛樂記者、現為 YouTuber 嘅李振浩提告，並且向首爾嘅警察廳咧提交呢個申訴書。佢哋再次強調李振浩過去嘅影片對金蔡綸造成嘅嚴重傷害。亦都解釋金蔡綸當初上傳照片嘅原因。當收到追款通知書之後，金蔡綸承受莫大嘅壓力，想直接同金秀賢聯絡了解事件，但係反過嚟俾李振浩大做文章，將金蔡綸塑造成居心可測嘅女人。佢哋同時要求金秀賢要公開道歉，唔排除向金秀賢方面採取法律行動。而金秀賢再次發表聲明，否認有關嘅指控，亦都否認赤裸下體洗碗相嘅背影男係佢。而最新發展，沉寂咗一時嘅被告 YouTuber 李振浩終於反擊，喺11分鐘嘅影片裏面播出一段聲稱係金蔡綸嘅女聲，同埋一段聲音經過處理嘅男經理人嘅對話錄音，當中驚爆金蔡綸墮胎同埋已經喺海外辦婚禮。喺金蔡綸離世唔夠一個月，43歲嘅歌手輝成亦都選擇告別人生。佢憑住多首嘅經典歌曲紅遍韓國同埋亞洲。然而佢多年嚟深受藥物問題同埋抑鬱症嘅折磨。喺最後一場演出結束後，佢曾經發短信俾老友話：我真係攰啦，對唔住。呢一連串嘅悲劇引發咗韓國社會嘅廣泛關注，好多網友都話有一位藝人撐唔住。韓國嘅娛樂圈真係悲哀啊！要了解韓國藝人輕生嘅情況，首先我哋要了解韓國整體嘅輕生情況有幾嚴重。根據韓國統計廳嘅數據，喺2024年，韓國就有14,439人輕生，每日即係有40人輕生。換言之，每36分鐘就有一個人選擇結束生命。而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數據，韓國10萬人之中就有28.3人選擇離開人世，高居 OECD 嘅首位，甚至超越輕生率曾經排名第一嘅立陶宛同埋斯洛文尼亞。有學者指出，南韓係一個非常重視體面嘅國家，自信心都喺建立喺人哋點睇自己上邊。呢一種扭曲嘅文化會令人長期活喺巨大心理壓力之下，即使身處上流社會，亦未必幸福，因為佢哋總係活喺別人嘅眼光之中。韓國社會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強調集體主義、階級秩序同埋家庭責任。呢一種文化背景之下，個人往往會被要求服從社會嘅規範，追求喺外在嘅成功同埋體面。韓國人普遍重視其他人對自己嘅評價，尤其係公眾嘅人物，長期處於高度緊張嘅狀態。個人往往需要壓抑住自己嘅情感同埋需要，以符合社會嘅期望。呢一種壓抑喺藝人嘅身上特別明顯嘅，所以佢哋要被要求到維持完美嘅公眾形象，無法展現咗真實嘅自我。
同時間，韓國社會對面子嘅重視極高，一旦犯錯或者遭遇失敗，個人呢就往往會面臨到極端嘅社會譴責。例如金賽綸因為酒駕嘅事件形象受損，不僅事業受創，亦都遭受網暴添，令到好多藝人面對負面新聞嘅時候呢，難以接受壓力，最終選擇極端嘅方式逃避。韓國藝人接連輕生其實並唔係冰山一角，實際上已經成為咗韓國娛樂圈嘅沉重問題。美國耶魯大學精神健康醫學教授羅忠浩就指出，韓國就好似一個真人版嘅魷魚遊戲咁，一旦跌倒就無法翻身啦。羅教授亦都指出，韓國嘅名人對道德批判文化過於苛刻，令到好多藝人承受着極端嘅壓力，甚至走上絕路。韓國人對精神健康嘅資源投放嚴重不足，所以佢促請韓國嘅政府應該立即採取行動，保障大眾嘅精神健康。20年嚟，韓國娛樂圈有超過40多名嘅藝人輕生，反映出行業嘅巨大壓力同埋挑戰。既然咁大壓力，又點解會仍然吸引到咁多年輕人想成為偶像同埋藝人呢？答案好簡單，就係因為韓國嘅娛樂事業每年都會為國家帶來無限大嘅商機。根據韓國文化內容振興院 KOCA 嘅統計，2015年韓國嘅文化創意產業就為國家帶來880億嘅美元收入，佔韓國嘅 GDP 約6.4%。韓國 MBC 喺2003年推出嘅連續劇《大長今》於當年風靡一時，不但喺亞洲地區掀起一股韓國美食熱潮，後嚟更推出咗動畫版，甚至建立咗大長今主題樂園添，積極開發唔同嘅市場。大長今一劇憑住廣告同埋賣埠，賺得超過400億韓元，大概3464萬美元啦。直到2008年，創造嘅經濟總收益增長至3兆韓元，約26億美元，當中包括觀光、飲食、化妝品、醫藥、整容、產品代言等等，達到接近400倍嘅投資回報啊！而男子天團 BTS 亦為韓國嘅 GDP 貢獻咗46.5億美元，佔 GDP 嘅0.3%，僅次於韓國 GDP 貢獻嘅0.7%嘅大韓航空啊！可想而知，韓國嘅娛樂圈有幾吸金。金秀賢至今仍然都唔肯承認同金賽綸喺未成年嘅時候拍拖，絕有可能係因為佢孭住巨額嘅片酬同埋廣告費。有指金秀賢同埋佢嘅經理人公司隨時要賠償高達1800億韓圜，即係9.6億嘅違約金，真係賣血都唔掂啊！韓國娛樂圈造星工廠嘅制度早已聞名世界，年輕嘅練習生10歲開始就接受每天10個小時以上嘅高強度嘅訓練，但係成功出道要走紅嘅更加少之又少。非正式嘅估算，全韓國有幾十萬名嘅練習生，而韓國嘅媒體報道當中只有5% 嘅練習生能夠出道，其餘95% 都會被淘汰。練習生往往會面對巨大嘅心理壓力同埋自我懷疑，甚至會成為潛在嘅輕生高危群組。連成功由練習生晉升為男團 GOT7 嘅 Jackson Wang 黃嘉爾接受訪問時都大爆做練習生過程艱難，要承受巨大嘅壓力。做練習生第3日就想返屋企啦。And I went to Korea. Been through all these training systems. They say Korean entertainment system is kind of manufactured. It's like machines. To me, it's the best training system you'll ever have in your life. Of course, it's tough. It's under a lot of pressure. It's like no mercy every single day,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because of the pressure and stress that's in the process that makes you even stronger. If you pass, you stay. If you fail, you get sent home. It made me
You know, so I'm very blessed. I'm very lucky to go through that. 嗱，當你咁好彩出到道，韓國偶像嘅壽命係非常之短嘅，一般只有5至7年。當偶像過氣嘅時候，轉型困難，收入銳減，陷入咗經濟嘅困境。好似前女團 Lovelyz 嘅成員徐智秀喺2021年退團之後咧，被發現喺工廠當女工。事後佢就好硬淨咁回應：比起停低咩都唔做嘅我更加喜歡喺工廠工作，喺快閃店賣衫。雖然好攰好痛，但係做咩都一樣啫。嗱，又例如金賽綸喺醉駕事件之後，演藝工作全停，生活陷入困境，佢都試過喺餐廳做侍應，仲俾網友拍片擺上網，只係網民唔信，話佢博同情啫。韓國娛樂產業嘅唔公平合約同埋分配收入，亦都為人詬病。即使出道咗之後，藝人亦都必須面對苛刻嘅合約同埋唔公平嘅收入分配。前 H.O.T 嘅成員同埋 Super Junior 嘅韓庚，亦都被要求簽下長達13年嘅奴隸合約。公司單方面決定藝人各地嘅工作行程，唔理會藝人本身嘅身心狀況。EXO 嘅前成員 Chris 吳亦凡亦都因為咁離開公司。佢曾經向法院提出合約無效，而申訴嘅申請內容幾乎跟當年嘅韓庚一樣，當佢哋係賺錢機器。東方神起嘅前成員在中、有天、俊秀亦都因為合約時間、酬勞分配不平等嘅條約，要求終止同 SM Entertainment 嘅合約。喺2012年就有媒體公開韓國3大經理人公司嘅收入分配，公司對藝人嘅抽成比例 SM 就係7:3啦，藝人嘅收入極低。呢啲唔公平嘅情況令到好多藝人長期處於焦慮同埋抑鬱之中。韓國社會嘅男尊女卑觀念根深蒂固，喺娛樂圈更加明顯。女藝人除咗要面對事業上嘅競爭，仲經常受到性別嘅歧視同埋雙重道德標準嘅束縛。女藝人一旦涉及感情嘅問題，往往會受到比男性嚴苛嘅批評同埋指責，所以女藝人大部分嘅時間都會受到嚴格嘅監管嘅。Blackpink 曾經透露佢哋嘅公司練習室係男女分開，而練習同埋食飯嘅時間都唔會遇到男嘅練習生。就連出道後工作嘅行程亦都受到嚴格嘅管制，唔係練習就係返宿舍，根本唔會有時間識到男仔。女藝人更被物化為完美嘅幻想對象，佢哋嘅形象被嚴格嘅管制，無法表達自我，喺面對壓力嘅時候更加容易產生精神嘅問題。偶像被要求維持完美嘅形象，唔能夠有任何失格嘅行為，好似戀愛。一旦違反呢一條不明文嘅規定，有可能遭到粉絲嘅抵制同埋網絡嘅暴力。金鐘賢因為同女演員申世景嘅戀情曝光，而遭到粉絲嘅強烈反對，最終被逼道歉並且分手。呢一種對藝人嘅個人生活嘅極端控制，令到好多偶像長期處於表演狀態，失去咗真實嘅自我。韓國網民喜歡惡意批評嘅文化，亦都造成藝人壓力嘅重要來源。好多藝人喺社交媒體上面遭到無休止嘅批評同埋攻擊。呢啲嘅網絡暴力對佢哋嘅身心健康造成嚴重嘅影響。韓國社會對精神健康嘅污名化，令到好多人唔願意去求助，而精神健康嘅資源一直嚴重不足。金鐘元喺遺書裏面透露，佢長期受到抑鬱症嘅困擾，但係遲遲都未能夠得到足夠嘅幫助。媒體喺報道名人輕生嘅時候往往不加節制地描述細節，咁樣會引發維特效應，即係模仿藝人嘅輕生現象。另外，網紅為咗博瀏覽，會嘗試接近、跟蹤甚至抹黑藝人，呢啲種種行為都會令到藝人帶嚟極大嘅壓力。韓國社會對名人嘅道德批判過於嚴苛，
令到佢哋犯錯之後難以翻身。呢種缺乏包容嘅文化，令到好多藝人犯錯之後感到無路可走。韓國藝人輕生嘅現象背後，係韓國社會嘅結構、文化壓力、娛樂圈體制等多重因素所影響。要解決呢個問題，唔單止需要娛樂產業嘅改革，亦都需要整個社會嘅精神健康重視同對個人嘅尊嚴尊重。政府、企業、公眾都應該共同努力，創造一個更加包容同埋支持嘅環境，令到每一個生命都揾到屬於自己嘅出路。金賽綸嘅離去，再次為我哋敲響咗警鐘。唯有正視問題嘅根源，先至能夠避免悲劇再次發生。小馬哥講呢啲，今集係咁多。如果大家喜歡呢條片，記得廣傳俾朋友，訂閱，下集見。